看人到年尾。第一节，无看人踮大厝底，无看人驶新车，出入甲内外拢真气派，有时讲话却无人听。阮做人爱温群，每日拢认真谨慎，一日3顿饱，暗暝也好困，无烦无恼到年尾。第二节，莫看人事业真大，莫看人趁钱容易，穿插甲使用拢真高级，有时走床3点半。阮做事爱认真，每日拢堪得信任，时常受呵恼，人人爱交陪，无风无摇到年尾。第三节，免看人讲话大声，免看人面色歹看，成就甲姿态拢真靠势，有时跋落马仔骹。阮处事爱谦卑，每日拢和气礼仪，心中真安然，时常有理解，不得不失到年尾。着看人成功秘诀，着看人出头缘由，智慧甲用心拢真高尚，有时为义肯牺牲。阮追求真财富，每日拢健康安乐，心灵真安稳，时常有感恩，丰丰富富到年尾。